根据统计，台南市的失业率在6都当中相对较低。不过，为了协助民众找到理想的头路，嘛，互进驻台南的知名大厂会当找到适合的员工，创造生涯。所以，市府劳工局持续举办就业媒合。今年第一场大型的就业博览会，3月30号就将伫盛华文康娱乐中心登场。其中也请想要找头路、换头路民众把机会。那总共有3351个工作机会，那我相信在这些不管是服务业，或者是技术业的，或者是这个高科技产业，通通应有尽有。所以说，很欢迎大家能够来试试看一看。那同时现场也有这个法益的整理，还有履历表的帮你预先的看过履历表。希望给找工作的人，他能够知道说现在的社会的这个趋势，也我们要找员工的企业也了解说现在的这个求职者的这个状况，能够媒合双方都有一个最好的保障。第一场大型的就业博览会，市府都来邀请南模科技、通益企业、21世纪生活事业等76间厂商，提供3391个工作机会，而且7成以上的薪水拢超过3万块。同时嘛，提供免费接驳车等大型的服务，且民众多多利用大众运输。相关的资讯会当联系0663300820。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